即马气候变迁和极端高温是愈来愈厉害。北半球即马是热天，这热天嘛是佚佗旅游的大月。啊，毋过游客因为遮热，会发生掉沙，无就是热衰竭，所以真侪人是走去瑞典，也是挪威这北欧国家，因为纬度较悬，温度较低，真正才会当放轻松。 游客摕手机翕家己要甲湖水加油美景地记录落来。北半球热天高温创纪录，一寡民众无要过去欧洲南部，像希腊还是意大利佚佗，是去温度比起来较低温的北欧国家展开酷凉假期。 Para huir del calor, básicamente, ¿no? Y porque Noruega nos llamaba la atención hace mucho tiempo, por el paisaje verde, las montañas, el hielo. 酷凉假期 ，vacation 这个新名词是指去凉爽的所在度假。即马热天一年比一年烧热，游客掉沙甲热衰竭常常听到。伫高纬度的瑞典甲挪威这国家，煞变做上侪人爱去的所在。像讲平均热天的温度伫20度左右的挪威。 游客大部分会坐船欣赏壮丽的关山甲极湾，嘛顺续闪开一般观光景点人客人的情形。Et voilà, qu'il y ait moins de touristes, que ce soit vert à ce point, c'est waouh, que la nature soit préservée, tout ça, c'est. And the PR value already for these 4 months, I think it's about 5 million Swedish crowns already. So it has been a trend that we see has set off. 虽然酷凉假期为北欧国家带来新的商机，当地人为一下来这么侪人阵感觉烦恼。像讲去挪威盖伦格极湾的重要交通要道海尔希特小城镇，往年当季加加300游客。即马伫遮坐船的人大幅度增加，一只船会当载满6000人，也有可能引起过度旅游的忧虑。公视新闻neuangan编译。